阮的信念若是黄金安尼的话，伊若这过啊吼，会去练这个黄金嘛，练这个本性、这个自信，真金不怕火炼。所以，这5个条件就是这5个德性、戒律、信念、火候、愿行。比如，咱这个戒律嘞，这个戒律比阮当啊刚开始求道的时阵做，阮发下10条大愿，有先发完嘛。诚心报守，实心忏悔。如有虚心假意，退缩不前，欺师灭祖，藐视前人，不遵佛规，泄露偏激，逆道不信，不量力而为。这10个就是阮第一届求道的时阵去画的一个概率。那求完道的概率了，佫有一个参考的。